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专门视频道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这本来中华食好了挂山味蕾散步这本绘本。所改编的歌，使用的歌调是桃花过渡。中华点心好滋味，听我带路报在记，看手等落来一位，凉水老店60年，60年，嘿呀罗哩嘿。出名鱼翅讲肉饭，做事人来食早顿，做远的凉面是有秘方，这叫咖啡店名歌。哎呀罗哩嗨，哎呀罗哩嘿，哎呀罗哩嘿哎呦，哎呀罗哩嗨哟。这满是真特别的，搁滋味甜，这好食煞脆，搁清甜。啊，不管你用倒一味，各种美食是传遍地。哎咯嗨呀罗哩嗨，哎呀罗哩嘿，各种美食传遍地。挂山味蕾散步，来中华食好了，行咖啡。咱若介意欢迎呢，来去挂山里乌燕哦，甲支持这本就是独立出版的。另外欢迎来甲我频道持赞、留言、订阅分享出去了，感谢大家。